三鄉中心位置稀缺嘅上下4層嘅聯排別墅，仲係單邊位嘅。呢度建築面積咧係197方嘅，現時咧係做咗5房5衛嚟使用。呢個全花園咧係將近50-60個平方嘅。空間咧係非常之闊落，出花園咧連接我哋後花園嘅。呢間屋嘅佔地咧係去到249方嘅。睇下呢個位置咧，入門左手邊咧就係我哋嘅衛生間，空間係非常之闊落嘅。喺呢度咧可以搞個家庭大聚餐，擺個2個10人位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入去嗰邊咧就係我哋大明廚啦 ，L 類型嘅大廚房。呢個廚房咧都有將近10個平方啊，餐邊櫃咧都係安排上嘅。睇下呢個大客廳喺呢度招呼下朋友，係咪非常之大氣？呢個空間50幾個平方，呢邊咧業主咧有做過擴展空間，顯得呢個大廳咧非常之大氣。後花園咧係將近80個平方嘅，所謂家有羅漢松，一世都唔使憂啊，係咪非常之好嘅寫意呢？而且咧門前咧仲有河水為財，係咪非常好嘅意義呢？上下總共係4層嘅外立面。2樓咧係做翻3間房嘅，其中一個有大套間、大露台嘅，2間房嘅採光通風咧都係特別舒服嘅。3樓咧係主人房嘅套房，加個30平方嘅大露台係非常之好用嘅。頂樓咧係有採光嘅閣樓，而且咧仲帶個衛生間，空間係非常之好用嘅。呢間係三鄉中心位置稀缺嘅上下4層嘅聯排別墅，而且仲係單邊位嘅。現時嘅總價咧係398萬，業主咧同我係朋友嚟嘅。如果想睇呢層單位嘅話，記得揾小寶姐。